喺過去呢3年多嘅學習，係我人生裏面信仰路程當中一個突破成長嘅重要階段。我由舊約研究、新約研究、系統神學一步一步咁樣往下扎根，慢慢我就發現以神學知識所打造嘅基礎，對於教導小朋友係非常重要嘅。除咗聖經根基嘅建立，亦都有一啲培育靈命嘅科目，讓我哋知道唔係單單追求頭腦上面嘅知識，更要認識一直生命蛻變當中嘅自己係一個點樣嘅門徒。我而家喺一間基督教機構香港讀經會擔任兒童事工幹事，主要策劃同埋應邀到唔同堂會、學校主領兒童聚會。自從收到 MACE 課程之後，讓我更加知道而家嘅小朋友甚至青少年佢哋真正面對嘅困難同埋佢哋生命嘅需要，亦都俾我能夠有策略、更加具體咁樣去牧養主所交託嘅小羊。其中有一次聚會係我好深刻嘅，當時我正要構思一個復活節兒童聚會嘅內容。咁啱嗰晚上堂，老師為我哋分享咗一條短片。短片入面有一個外國家庭藉住家庭崇拜建立孩子嘅靈命。於是我好想學以致用，將呢一啲嘅方法用喺我嘅聚會當中。到大聚會嘅日子，我企咗喺台上面，我邀請一位小朋友企喺台下面。我問呢位小朋友：如果我想邀請你上嚟呢度同我喺埋一齊，你覺得容唔容易啊？眾人都覺得好容易。跟住我就同佢哋講：如果我有3個規則，第一個規則就係呢一位小朋友佢唔可以自己行上嚟；第二，佢唔可以邀請任何人去幫助佢；第三，佢唔可以借助任何工具。咁你哋又覺得佢容唔容易上到嚟呢？大家聽到3個規則之後，佢哋諗唔到任何嘅方法。跟住我就行落去台下面，我俯低身同佢講：你相唔相信我能夠帶你上去，可以同你喺埋一齊，企喺個台上面呢？小朋友點頭表示相信，於是我雙手抱起佢，行上台當中，再同大家講：主耶穌願意成為肉身嚟到我哋當中，帶領我哋，陪伴我哋翻去神嘅身邊。當大家睇到呢一幕，佢哋都好雀躍。我見到呢一個嘅情景，我就知道係神喺當中自己親自動工，願意榮耀歸於我哋嘅父神。